各位同學早晨，今日我哋要嚟講嘅係2025年 DSE Reading Paper Part A 呢一篇講名人八卦 Celebrity Gossip 嘅文章。我哋唔單止要明篇文講乜，仲要理解佢背後嘅心理動機 psychological motives 同埋社會功能 social functions。首先大家諗下，點解我哋會對 Taylor Swift、Joe Jonas 呢一啲離我哋108000里嘅名人私生活感興趣呢？呢一篇文就從心理角度俾咗好多專業嘅答案俾我哋。篇文章嘅主題其實探討一個睇落好矛盾嘅現象，點解我哋會咁八卦名人嘅事呢？大家睇下第5段，作者直接問出最核心嘅問題。但係點解呢？八卦有咩目的？佢哋喺我哋社會度有啲咩功能呢？簡單啲嚟講，點解我哋會在乎呢？成篇文章其實就係圍繞住呢一句點解我哋會在乎嚟展開。作者引用咗幾位心理學家嘅講法，從好同唔好兩個方面嚟解答呢一個問題。第6到第8段主要就講八卦嘅一啲正面或者係中性嘅功能 positive or neutral functions。第一，八卦其實係一種社會資訊 Gossip is social information。好似心理學家 David Ludden 博士話齋，任何講緊唔在場嘅人嘅對話其實都算係八卦。我哋係群體動物，需要知道周圍發生緊咩事，所以八卦可以令我哋同人見面之前就已經對佢有啲了解，做到有備而嚟 more prepared for what's coming。第二，八卦係建立關係嘅橋梁 Gossip builds bonds。 Stephen Banning 博士嘅研究指出，分享八卦可以創造一種共同擁有嘅資訊貨幣 A currency of private information， 令到有呢一啲資訊嘅人覺得自己係屬於同一個圈子。即係話，當你同朋友、同事甚至係約會對象講起名人新聞，其實係一種好安全用嚟建立聯繫嘅方法。當然啦，八卦唔係時時都咁無害。第8段同第9段就講咗一啲負面嘅動機 negative motivations。 有時我哋八卦係為咗踩低人哋 cut them down， 攻擊人哋嘅社會地位，呢樣嘢叫做負面影響 negative influence。 有時就係為咗抬高自己 elevating our own social status， 透過講人哋嘅唔好彩，等自己個心好過啲。 Ludden 博士都提過我哋，咁樣並唔係一種健康嘅建立自尊心嘅方法。不過文章有幾個幾得意嘅發現，雖然有呢一啲心態，但係主要嘅八卦動機其實係收集同埋確認資訊 gathering and validating information， 多過真係特登去攻擊人。篇文章最精彩嘅部分就係解釋點解我哋特別中意八一啲我哋根本唔識嘅一時明星 A-listers。 呢一度要引入一個好重要嘅心理學概念，而社會關係 parasocial relationships。即係咩意思呢？就係我哋個腦入邊同個名人建立咗一種單方面諗出嚟嘅關係 imaginary relationships。 我哋睇住佢成功，覺得自己好了解佢，好似朋友咁。但係呢一種關係係零風險嘅，因為你永遠都唔會俾一個真正嘅朋友拒絕。所以名人八卦就變咗一種低風險嘅社交工具 A low stakes way to feel connected。講名人嘅緋聞或者係分手，點都安全過講自己或者係身邊朋友嘅私事。同時我哋都可以體驗一種叫做幸災樂禍 Schadenfreude 嘅感覺。見到啲咁巴閉嘅名人都有麻煩，會令我哋覺得自己嘅生活其實都唔係咁差。總括嚟講，篇文章唔係想好簡單咁同你講八卦係好定係壞，而係好似一個心理學家咁樣幫我哋理解人哋嘅動機 To help understand people's motives。佢話俾我哋知，名人八卦呢一個咁普遍嘅現象背後，其實反映咗人類好複雜嘅社會需要。我哋需要資料 gain information， 我哋需要聯誼 build connections， 我哋亦都需要肯定自己 self validation。 有時我哋都會有陰暗嘅一面 the darker side。 下次當你撳入去睇一單名人新聞嘅時候，不妨諗一諗，我哋點解會咁睇呢？呢樣嘢反映緊我哋內心嘅咩需要呢？明咗呢一啲之後，我哋唔單止更加明白篇文章，亦都會更加了解自己。好啦，今日就講到呢度，希望幫到大家更加容易掌握呢一篇有深度嘅文章啦。有咩唔明就隨時問啦。